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頻道嚇，我哋又喺呢度相聚嚇。今次咧已經係第5集啦嚇。個題目主要咧係尊重每一個唔同嘅人生嘅選擇。咁易經個智慧咧，我哋就從易經嘅智慧看我哋嘅 Dignity Memorial Company 咧嘅不同之處嚇。歡迎大家回到我哋呢個頻道啦。呢個頻道係回家路嚇。前幾集咧，我哋咧就講呢個易經嘅角度去傾我哋嘅人生嘅變化，亦都傾下咧點解我哋提前規劃咧並不是不吉利，而係對家人嘅負責。今天咧，我哋繼續沿用呢個易經呢個智慧咧，去談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點解我哋選擇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嗰個服務個時候咧，係不同係如此重要嘅咧？係嘛？易經係非常重要嘅思想，一個思想就係變，係嘛？天地萬物在變，我哋嘅工作亦都會係變，係嘛？有時失業，有時升職，係嘛？呢個都係在變化之中。居住嘅地方咧，亦都係會改變，係。我有時中意住呢度，有時工作需要又搬去第二度，有時同啲仔女一齊咧，又要搬到同仔女一齊，好多種變化。家庭會變，係嘛？甚至我哋自己嘅需要，亦都係喺度變嘅。所以咧，我哋冇兩個人嘅人生咧係會完全一樣嘅，都係不停嘅階段，喺不停嘅變化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經歷，係咪？有自己嘅家庭、信仰同埋有自己嘅心願。因此咧，人生最後一程咧，亦都唔應該只有一種標準嘅答案，係嘛？咁呢個正係我哋呢個 Dignity Memorial 嘅值得了解嘅地方。Dignity 個理念咧，就係咧尊重每一個家庭嘅不同，並且喺提前規劃和實際需要發生嘅時候咧，提供相應嘅服務嘅保障。第一係人生會喺度變啦，所以計劃咧亦都應該有彈性嘅，係嘛？易經都話俾我哋聽啦，變係自然規律。好似我哋第一代嘅移民嘅華人咧，係年輕嘅時候可能住喺 Portland 即係波特蘭啦，係嘛？亦都可能因工作關係咧，我哋搬去 Seattle， 係嘛？退休之後咧，我哋翻去 California 加州，係嘛？或者甚至去搬到其他州同仔女一齊。咁樣幾年前我哋買咗嘅福地同埋個殯儀嘅服務咧，咁點辦咧？咁我哋 Dignity 咧，我哋會提供咧relocation protection 就係異地嘅保障。根據我哋嘅條款咧，就係如果你購買咗我哋嘅計劃咧，後來搬到去其他嘅州，搬到去其他地方居住咧，我哋可以按住我哋計劃咧搬去你哋嗰個州去提供。因為我哋美國咧有好多嘅，差唔多每個州都有我哋嘅墓地，我哋可以搬到去你哋所居住嘅州，為你提供嗰個服務。地方可以變化，但係前提嘅規劃咧嘅價值咧依然可以延續嘅，即係你之前買咗嗰個計劃係延續落去嘅。當然啦，具體計劃係有相關嘅限制嘅，但係咧將你在規劃嗰個時候咧，即係做 pre-planning 嘅時候咧，就同專業嘅顧問咧就了解清楚。人生會變啦，所以咧規劃咧亦都應該能夠調整嘅，亦都可以變嘅，規劃咗都可以變嘅。今天嘅決定咧，唔代表10年後係同樣嘅決定，係嘛？家庭嘅情況可能改變，情況咧經濟嘅情況亦都可能改變，個人嘅想法亦都可能改變。Dignity 咧嘅 memorial 咧，我哋提供一個 lifetime flexibility， 即係終生靈活性，係嘛？讓符合條件嘅計劃嘅人咧，係根據佢嘅情況去調整去變化。讓我哋想到啦，就易經嘅核心嘅思想咧，就係咧唔係害怕變化，而係懂得面對變化，係嘛？提前規劃並不是把自己鎖定一個永遠唔變一個決定嗰路，係嘛？而今天做好嘅準備咧，同時咧又為未來咧保留咗呢個彈性。具體嘅調整方案咧，亦都可以同當地嘅
嘅顧問可以再確定。第三咧，家庭係非常之重要嘅，在我哋嘅人生之中，所以咧我哋需要考慮咧個家庭嘅保障，係嘛？規劃人生最後一程咧，唔係只係我哋個人嘅事喎，呢個係成個家庭嘅事，係咪？如果係符合咗購買嘅條件嘅人咧，佢哋已經選購咗好呢個福地嘅產權，係嘛？之後咧不幸離世啦，咁樣仲有一部分嘅款項咧，仲未有支付咧，咁 Dignity 咧，我哋嘅 Memorial 我哋公司咧就有一個咧叫做 Purchase Protection Plan， 即係購買保障計劃，即係你同我哋買，我哋有保障計劃嘅，可以在呢個符合呢個合規格嘅情況下咧，為家人提供一個經濟上嘅一個支持。咁現行嘅指南咧，即係在呢個購買者去世嗰陣時未滿65歲咧，我哋可以保障到你咧有5000蚊嘅美金，我哋可以免咗你嘅。咁真正嘅呢個我哋有咁嘅規劃之後咧，即係有咁嘅呢個條例之後咧，就讓我想起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咁真正嘅規劃咧，唔係只係我要乜嘢，係嘛？而係考慮到如果我唔喺度嗰陣時咧，家人點樣辦，係嘛？咁第四點咧，我哋係家庭優先。易經亦都講啦，一個講究一個和字，係嘛？我哋中國人講個和氣生財係個和字。家庭係好重要嘅。唔單止只係安排自己本身啊，我哋仲要係與家人之間嘅一個理解同埋一個和諧。Dignity Memorial 咧係仲有一個叫做 Family First Cost Protection， 家庭優先費用保障。呢個計劃就係如果你同我哋購買咗我哋嘅預先計劃咧，而家庭之中有不幸即係失去咗呢個未婚嘅未滿21歲嘅子女或者係孫輩咧，如果嗰個計劃係佢哋需要用咧，我哋就係免費就俾佢哋用，按住同樣個條款，係嘛？就唔使另外再加錢㗎啦。呢項計劃咧，呢項保障咧當然係有多少地區限制嘅，到時同嗰個諮詢嗰啲人員可以了解清楚。佢體驗咗一個概念咧，就係家庭如果係發生變化嘅時候咧，呢個規劃咧都應該考慮咗呢一個家庭成個家庭嘅成員在裏邊嘅。第五點咧，就真正需要幫助嘅人咧，真正需要幫助嘅時候咧，最重要係人啊！我哋提前準備好嘅文件同埋福地嗰啲費用咧，當呢個悲傷發生時咧，家人咧唔僅僅係需要呢啲，佢哋仲更加需要有人關心。所以咧，我哋 Dignity Memorial 咧，亦都提供呢個 Compassion Hotline， 即係關懷熱線。就在購買我哋嘅服務嘅之後咧，可以獲得呢個專業嘅人員嘅感情輔導。亦都讓我想到咧，易經個和字咧，佢規劃嘅最終目的咧，唔係把所有嗰啲冷冰冰嗰啲文件啊，而係在呢個變化嘅時候發生咧，係讓家人能夠得到佢嘅支持。第六點咧，我哋承諾咧就唔止係講出嚟嘅，係咪 ？Dignity Memorial 咧仲提供一個100%嘅 Dignity Service Guarantee， 100% 服務保障。該核心嘅理念咧就係，既然做出嘅承諾咧，我哋會做到每一個細節咧會做到最好。具體嘅內容保障嘅條件咧，就係喺我哋嗰個規劃嗰度已經係即係預先安排嗰個服務嗰度已經係寫清楚㗎啦。此外咧，我哋 Memorial Dignity 咧，我哋個服務咧仲包括呢個免費在線嘅訃告，係嘛？
讓親友可以喺線上咧分享我哋嘅圖片啊、我哋嘅故事啊、美好嘅回憶，係嘛？並且我哋仲提供呢個喪親旅遊嘅協助，係嘛？即係譬如你有啲親朋戚友喺外地要需要趕翻嚟嘅，咁我哋可以同你安排機票，安排酒店，即係我哋可以優先攞到機票，在好緊張嘅時候，在 peak season 嘅時候，我要同你安排得到。咁呢啲睇起嚟係有不同嘅項目啦，當然係嘛？咁其背後其實只有一個共同嘅理念嘅啫。咁我哋就係尊重每一個人嘅不同嘅人生，亦都尊重每一個家庭嘅不同嘅需要。咁啊，易經亦都同我哋講啦，變係人生嘅規律，應係面對呢個變化嘅智慧，和係家庭最終希望達到嘅狀態。一個應對啦，係咪？一個和就係一個和諧，一個家庭嘅狀態。所以咧，在選擇呢個funeral pre-planning 嘅時候咧，即係預先你想規劃你嘅人生最後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咧唔應該只係問邊個係最平㗎，咁應該係問咩咧？邊一個計劃安排係最適合我嘅，最適合我個家庭嘅。如果未來發生變化，佢能唔能夠幫助我嘅家人咧？係咪？呢個先至係真正提前規劃嘅目的，係嘛？Dignity Memorial 嘅不同之處咧，亦唔係只係一個福地一個墓園，係嘛？或者一個服務一個計劃。佢最真正嘅重要咧，係在人生嘅變化之中，是否有人願意尊重你嘅不同，並陪伴你嘅家人走過不同嘅階段。今天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今天嘅因為題目比較多比較長，咁亦都多謝大家嘅分享願我哋嘅人生咧係順應呢個人生變化嘅時候咧，提前做好規劃，把更多嘅安心留俾我哋最愛嘅人。多謝大家觀看 ，Thank you。